先绕一圈吧，现在这边看下来有些有一点。他们说尽量不要拍皮手拍到里面。好好，肯定好好，我自拍团队。今天去上课本来休息3天的，因为我刚说要搞那个，他就来了。他催我，要早点走。这个香香桥。啊，他们有表演，表演哦。今天也不让送花，也不能送哈达，是吧？跟你们送的糖果我都没拿进来，放在我车上呢，他不让，就是不让啊。今天人太多了，主要是有表，应该是吧？人太多了。你看，小孩不能来。对。只能团队的来。对啊，只是团队的。但我有那个身份证。对对对。等会儿给你们拍了一下啊，因为现在我先看一下来了哪些人，还有他们，我还没问晚上怎么安排的。今天穿个衣服颜色好看。对，maybe OK。对，美美，这是曲啦。这个穿蓝色的是左巴，这个是老福。这个小朋友不知道。这是朵儿。
没多。翘起都不自在哦，翘起都不自在，是吧？这是平了吧？多了。这个是曲针，八堂曲针，比较像球曲针。这个里面是老师永吉，哎不是杨秀后面才是永吉。那永吉呢？永吉呢？到这中间，在这儿呢。这个张小哥是扎西，这个是本真，最年轻的，18岁，像一个19岁。这个是罗桑，这是秋吉，这是扎西。开锅了，没有啊，怎么可能？这个有个馅儿，小面啊，大面，其实大家都有面啊。这是炸鸡曲针，对，罗桑，哎，八堂曲针，香球曲针。哎，还没来呀？才8点多，他们6点半。今天晚上他们团队是，哎呀，这还没定下来，餐厅应该还没定下来。就是团队自己聚餐嘛，应该是。但这应该不是聚餐，就是一起玩儿。我都不知道定下没有，反正问他们还没定下来。我把那个宣发的礼品全部搬到那个罗桑那边去了，他自己发给他们个人嘛。因为今晚上这个情况，他不让现场送哈达，不让送鲜花，是没办法的。还有我买的零食那些都在车上没拿下来，还给小朋友准备了几百块钱零食，叫罗桑给我分发了，这样是没办法的。走吧，这个黑衣服的是小拉姆，后面是，我小朋友在那个没在圈子里面，没在里面跳了，在一起跳。然后有针，这个跟着土地相当小的土地，这是曲拉，后面那个是。青错，小青错。这个小朋友名字没问他，这次送宣花也送了他了。长毛大叔，长毛大叔前段时间做手术去了，在医院里面好像是有什么上班的问题吧，就一直拖。是小的手术，哎，又在跳了。只有许昌错最听话了，在中间一直在跳。那2个小朋友都在旁边大人一起跳。
气氛就是要达到这个效果，所以不断搞庆祝活动，哎，不要打得响。哎，往期来了啊！今天不让，今天不让那个。哦，不化妆啊？没有化妆。公布来了，戴个帽子。今天我要给他送2个。就在旁边上场之后给他送，云林也有，云林是香港黄先生送的，然后雍真和雍二也是送的那个黄先生。昨天，哦还有雍，他吃了一半，他东西都吃完了，然后我就不让他吃了，他那碗里面全空了，走之前就吃了，吃的空空的。对啊，就是没吃饱，我故意的，不让他吃饱了，回去再给他吃。他动来去的，他想让你抱。对，不让我抱。我这是新买的衣服。不要扣人。他没有钱的那个，很小，很少。他不吃这些，他只吃肉，他不吃糖。
是牛肉。他不敢吃糖。它不能，它不吃糖。猫猫也不吃，狗猫猫不吃。我的牙，我的好朋友的牙龈全都掉了。啊，它吃太多了，不能吃太多了。摸嘛可以摸，但手也比较快。他叫什么名字呀？叫欢欢，欢乐的欢。他叫花花吗？欢乐的欢，欢乐的欢，欢欢。他那么可爱呀！它本来长得也可爱。是不是没人要他？不是，抢着抢着要。是不是人要？但是他想要把人送给他呀？没有啊，花钱买哟，要花钱买啊。来抱一下可以吗？这它容易掉下来哟。哎，不是走杆哦，靠错了，去针，我。